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2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团主新增加5个确定病例，拢是民加拉渔船员，昨要出海验出阳性，也毋过第2摆采检有4个佫变做阴性。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国民党参选人颜宽恒家族家业交台所红报公示违建，早起伊家己请工人家己心贴。屏东三大鸟祭典小琉球鸟王顶礼拜5起过，小琉球本身就是观光地，规粒岛即马人口口。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今仔日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毋过有21个大病入院的案例，这是今年上济。另外，伫台中5个棉加拉的船员确诊，也毋过因第2摆采检有4个是阴性的，敢若1个是阳性，而且因的 CT 值拢真悬，检判讲应该是旧案，对咱台湾社区威胁无悬。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我们今天的确定的病例没有本土的病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那不过境外的移入案子非常的多哈，21例，是我们今年最多的一天。现在的第一季的涵盖率是到78.23%，那第二季是61.34%。好，我们这21个境外的病例其中有9位是这个印尼的移工也都是从印尼来的，那另外有5位是这个孟加拉籍的船员那是从新加坡这边过来，那4位在2采的时候都是阴性那另外1位仍然是阳性，但是 CT 值也是蛮高的，所以目前研判应该是属于一个旧案的情形较高。那这些5位是在我们检疫14天的期初跟期满的时候采检都是阴性但是在完成自主健康管理的最后这7天期满的时候，因为要去这个职场工作前他们又再做了一次的自费采检才被验出这个病毒量偏低的一个阳性的情形那这个我们过去其实也偶尔都会看到有一些这种阴转阳阴阴阳阳的这个阶段对社区的威胁还是评估是相当的低台中这5个棉加拉的船员，昨是因为要出海，佮去采检，互验出阳性。因伫检疫期间，是期满时采检是拢是阴性的。台中市卫生局嘛证实讲，因5个人有出门去专店买物件，若店头即马已经关店做消毒。防疫人员甲工作人员透早就进行大规模环境的清洁甲消毒。台中市清水区初六暗时传出一个社区有5个棉加拉籍的船员，紧急去互救护车载去，厝边头尾是拢真惊吓，怀疑因全部拢是新冠肺炎确诊的个案。我知道是应该是检疫期满被检验出来的。根据台中市卫生局查证，这5个人拢是带病入境的个案，而且其中4个人有的做过1档疫苗，有的已经做过2档。检疫期满进前嘛有做过采检，结果是阴性。不过因为搁要坐船所以做 PCR 检验，想不到这5个人全部验出是阳性 ，CT 值偏悬。卫生局已经随甲因隔离安置，目前进行疫调。根据了解，这5个个案12月初3到初5暗时拢捌去因兜附近的2间专店买物件。不过因出门时全程都有挂喙安，因若这2间专店初7嘛休困做消毒。本局昨天接获通知后，立即展开疫调，持续厘清足迹，安排接驳的司机检验及自我健康检测。通知环保局针对已知的公共场域进行环境清消。另外，针对明年1月初1开始，教育部管理的高中以下学校甲幼稚园等等，要求相关的教职人员强制爱做2档疫苗，满14天才会当上班。台北市教育局烦恼讲，第2档疫苗的注射率因为家己预约的较好掌握，恐惊是赶袂赴新制规定。如果造车来不及，那你就北车也可以打，所以管道是多的。10天我现在有包含个礼拜天、礼拜六，那晚上也有夜间施打点，所以应该是10天来完成这事情，应该不难啦。那34000档的目的伫咧初7就会到期。但是中表示压力确实是真大，不过已经尽上大努力来加速注射的速度，卖互疫苗过期报销。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一个倒来咱台湾大防疫旅馆的民众指控讲，伊伫防疫旅馆内底，互同事顶甲疼甲害伊拢袂困的。桃园市政府表示，这算是消费的纠纷，会拜托消保官到处理。阿妈棍鱼珠也阁有头皮内拢互通加过分者。为中国深圳倒来台湾的刘小姐，
向市议员投诉，顶个月2日入境回来了后，住伫孤山区的防疫旅馆去互糖加，毒液入侵淋巴系统，疼甲无法度困，已经去看病2摆啊。连吃3、4天的止痛药都没有效，都没有办法压下来这个疼痛。医生是说啊，你这个被虫子咬，后来医生又有再去查，哦，这个是臭虫。饭店表示，拢有定期请消毒公司来消毒，目前也只有1位人客反映去互糖加的情形。第一时间除了换棉被、枕头、被单，也已经将房间升顶做豪华套房。另外，医药费饭店也会专家负担。痒去抓它就可能会把细菌带到皮肤里面去。好，那严重的话，当然就是产生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了。那更严重的话，有人甚至会起水泡，甚至那个细菌沿着淋巴。一直往上面延，就产生了急性淋巴炎。市府管理局表示，桃园境内有28间防疫旅馆，拢总有3163间房，使用了后，静止24点钟才会进行消毒清洁。这间饭店这个月初2已经实施白网桶消毒。业内防疫旅馆头一摆发生这款的代志，属于突发消费纠纷，将请消保官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高嘉瑜和男朋友拍专案，即马继续咧炭烧，传出林炳初高利用机会甲政治人物牵关系。今日佫压出一张相片，是伊甲一阵民进党的立委做伙食饭的相片，伊坐伫中央，看起来人面真快。林炳书甲立委高嘉瑜拍甲大空势利，即马这个案情是愈查发现愈无单纯。传出林炳书真够利用机会，制造甲立委等等的政治人物共场做伙翕相，洪认为讲伊人面快，佫有身份地位。有媒体报道，去年一场由立营立委郭国文邀请张嘉宾、范云，还有民众党邱成远出席的一场学运世代立委细行的聚会，林炳书嘛有去现场食饭做伙翕相。那林炳书基本上。那个是那时候打电话来，然后就一起吃饭。老实说，要不是有这张照片，我完全对这个人没有印象。约好要聚会，就是郭国文委员跟钟嘉宾委员跟我，那我事前也不知道这位林先生会到。高嘉瑜伫林炳书的压迫之下写一段文字，19秒影片内底显示高嘉瑜目睭乌青，规分书全伤倒伫面床顶。红发现林炳书出手是真粗残。相关的这个司法调查应该会把这个案件做更完整的一个调查。因为专案还佫查出林炳书是民进党新潮流的网军，涉嫌提钱共做乌，影响公众的讨论，还佫有伊的口座，那像是涉及不法资金的流通的质疑。所以拿牙提起违反洗钱防治法定罪诉讼。这件事情已经从一个家暴案上升到网军案。那其中林炳书他的金流到底是伪造文书，还是说真有其事？现在大家看得扑朔迷离。拿牙人士强调讲，网军大方向影响舆论实在是真恶质，而且林炳书还佫假造是国安人员，四界去骗人，要求司法一定要查明真相，处罚这种不法之徒。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国民党的参选人颜宽恒，因家属甲伫南屯的交泰所通报讲有一部分是违建，伊今日家己请工人去拆。颜宽恒是强调讲，公布地争议真久啊，外界唔通找着空芳就软土深骨。也毋过伊对手民进党的参选人林静怡，伊是回应讲，违建是事实，颜宽恒唔免甲家己讲甲那亲像受害者共款。亲自操作重型机械，象征性的破坏表面。国民党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参选人颜宽恒，面对外界连续几日讲质疑家族的招待所，伫咧南屯丰树段817地号公共设施保留地顶悬有500平方公尺的违建，7号早起是家己请工班来拆除。一切依法办理，即便是自己弟弟的房子违章就要拆除，但是我们要声明。持有公保地，我们才是受害者。颜宽恒强调，拆除违建一切依法办理，但是公保地地主伫咧政府错误都市计划之下，面临土地无法度征收，也无法度转卖。2013年，监察院甚至为此纠正内政部，外界无应该无限度来批评。不过，民进党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参选人林静怡认为，交代所违建是事实，颜宽恒无应该讲家己是受害者。他也说是依法行政，在公保地上面盖违建是明确的市政吧，是明确的违法吧？那
明明就做了违法的事情，该拆就拆，他自己也说了，这样子到底哪里委屈？台中市都发局表示，顶个月29号已经发函，限期严格12月13号之前爱家己拆除违建，若是无拆完，会持续监督到全部拆除为止。南屯区枫树段817第1号公共设施保留地涉及违章建筑部分，今天已由违建所有人自行拆除中，都挖局将持续监督至拆除完毕。另外，公保地的争议，台中市府指出，已经提出台中公共设施用地专案通盘检讨草案，送内政部都审会审议当中，未来会以跨区市地中划方式办理整体开发。记者台中报道。国民党图书馆内底书条搬来搬去，2018年时是拜托政治大学到保管，30万件文件，即马数位化要开放予外界查询，今日举办启用典礼。恭请开启档案。掀开档案秀，会当看到各种资料，这拢是国民党历年来上界重要的文献档案。国民党图书馆资料经过真一摆搬刷了后，伫2018年和政治大学签署托管协议，要甲30万件文献，甲移送到政大暂存。我们中国国民党在什么时候开始宣布要收回台湾的？哈佛历史系有位教授来台湾演讲，说台湾以前都从来没有主张过，我立刻提出驳斥。可惜呢，我们发现我们政府的这个促转会不但在追杀我们做这些对国家、对社会、对文化跟教育有意义的事情，不要怕别人的追杀。我们跟学术机关来合作，希望这个珍贵的党史能够好好的保存、好好的运用，跟学术的交流以及国际的连结都会有正面的帮助。这30万件文献档案内容包含国民党伫上海宽容路中央党部的档案、汉口甲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档案，也佫有伫较早中常会的会议记录档案这些文献。校方认为讲，这对近代史的研究来讲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资料反映了国民党在整个组织的成立，还有这个组织的变革，这段长时间以来，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个领域的一个情境。这边承载了太多的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发展史。以政大这样的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导向的大学，有这样的一批珍贵档案，其实政大必定未来会在整个台湾的中国近代史上面的一个研究，占有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角色。政大伫这几年来，正致心咧做收集史料典藏，这批政党的史料，除了原始文件的保存，校方嘛来进行资料数位化，提供学术研究来使用。也若伫其他的学术研究以外，党史资料假使讲若是还阁有其他的用途，同款爱经过国民党的同意。记者综合报道。盐寮反核自救会的总干事杨木辉今仔日向检方告发核四公投案的发起人黄素修，伊讲黄素修伫公投写的理由书真侪项拢毋是事实，是白贼话。对此，黄素修是回应讲，理由书拢是引用官方的数字，中选会好胆就去改，闹改就是违法。年底4大公投，搁再讲到是毋是核事来引起正反的议论。盐寮反核自救会初7去台北地检署控告公投带头的人黄素修，前总统马英九、前行政院长江宜樺。自救会指控讲黄素修伫公文书的理由书，挑工来甲这个监控设备的零件比拼问题，用经济部政治考虑，采用民进党顾问杨木辉，以散布多年的谣言。核123厂是并没有全部数位化，只有部分数位化。大部分都是类比，这个联合会的新闻稿都有证实。然后他就说：“核123都已经数位化了，核4怎么可能找不到备品？”充满谎言的这个理由书居然以政府的力量把它刊载在政府的这个投票公报。杨木辉强调讲，家己毋是民进党的顾问，嘛提出核四案监控设备的零件比拼，因有提到的困难问题。这是根据核四厂工程师出国的报告。也若台湾高等法院伫去年就已经做出判决，认定讲伊的言论毋是讲无影无遮咧造谣，不满讲黄素修伫理由书内底采用无实的言论，才来提告。
也若马永久江宜华因签署定期核数提案，一定会看过李幼书的内容，所以会做伙来甲告。公投的主文这个部分好像有不实的。为什么告我呢？对他对您还有江宜桦院长。欢迎来改，但是我不同意这件事情。所以一旦中选会篡改了我的理由书，那全国的选举公报我们会有2000万份的犯罪证据。黄士修反问反核团体，李幼书是倒一项无下事实？针对核数定期相关的地质、安全性调查、施工品质，李幼书拢有详尽的说明。也若法庭团体要求讲爱改李幼书，黄士修大声咧呛讲，这是犯罪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若保护海草大公道的发起人潘中正，今仔日是甲国民党的立委去大潭海草大去看施工的现场，发现讲有暗土嵌伫海草大，阁有铁架啊直接插伫海草大顶面。中央是回应讲，做工程就是安尼，加减拢会去影响到，已经拍拼甲影响降到上低。透早5点半，利用水提起的时阵，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国民党立委李德伟、甲真爱海草大公道领头人潘中正去大潭海草大考察，直接去3只栈桥施工现场，发现确实有暗门头卡伫海草大顶面，而且临时栈桥铁架个插伫遐。桥墩和那个临时栈桥的下面，通通都是连绵的藻礁。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连绵的藻礁，没有他们所谓的哪个地方又有空隙了，他们就在那个空隙打桩。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今天正好应验了这句话。虽然我们现在踏的是水泥地了，就不是藻礁，过去可能是藻礁。那当然，这个的确也跟蔡永同所讲的，没有在藻礁上面来做这相关的工程啊，我觉得。蔡英文总统确实讲的跟事实是有差距的。李德伟批评蔡英文总统11月下旬捌来视察的时阵有强调3只无起伫海草大顶面，但事实搁伫眼前。即间来考察的目的，就是让民众知影正确的资讯。中油是回应讲，已经拍拼好受影响的面积详细。在我们整个栈桥的部分，它是一个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如果你不用栈桥的方式，你就要直接用海床开挖的方式，这对藻礁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是对环境影响最小的一个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国家重大的建设哈。反团经济界强调3只的台北港替代方案，讲会当省1300亿，经济部长王美花无法度认同。省下1300亿，这个不知从何而来，因为现在的3阶的方案就没有超过1300亿啊，所以这样的讲法完全不太能够理解。王美花强调，3接迁移的时间需要11年，但对地方来讲，敢会当同意拢是问题，而且减碳无法度等，能源甲生态如何取舍，正反双方继续攻防。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稳定，政府有开放民众会使伫渔港钓鱼啊。不过最近有民众伫婚林钓鱼啊，所互海巡的赶，佮讲要开罚单，上悬要罚15万。婚林县的农业处即嘛是表示，并无禁止讲袂使钓鱼，会甲海巡署佮参详好。来到婚林四号的宝珠寮港，因为疫情转好，防疫降级，有真侪民众来渔港钓鱼啊。不过，煞看到海巡人员咧苛刻民众离开，佮讲渔港内底袂当钓鱼啊。若是唔听警告，恐惊就爱食3万到15万的罚单。较早就拢有规定咯，哎呀，海防的来看一下。一定来看啊。他有把这个公告的给我们看，说是第4条，就是说。采捕或者是养殖水产动植物都是禁止的。有民众表示，今嘛无法度出国佚佗，政府顺应民意开放渔港钓鱼，不过却拄到海巡人员赶离开的事件。按主管机关婚林县府农业处表示，婚林县内总共有6个2级渔港，虽然有公告禁止行为，却无讲袂当钓鱼啊。我们是没有去禁止钓鱼这样子的，在渔港法。第18条里面，它的禁止事项是仅止于采捕或是养殖水产动植物。对，缺掉这个名词是没有在里面去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表类啦。农业处表示，只要民众莫影响到渔民的作业，都袂禁止伫渔港内底钓鱼仔。不过海巡单位表示，依照渔业署的规定，民众伫渔港的主管机关公告的开放钓鱼区钓鱼仔才袂受罚。不过目前分林县并无公告开放钓鱼的区域。那最近会由海巡署的中部分署派人甲农业处厘清开放钓鱼区的范围，避免这款事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上届大声通报的国家南非，即阵疫情是真热烈。真侪南非的大学生无要注意风下，因无烦恼去会着，颠倒是较烦恼讲无法度照起工去考试。那南非的专家即马是警告讲 Omicron 传真紧，英国即马已经传入社区啊，那伫泰国嘛出现头一例。处理疫情第4波的南非，就算Omicron感染数较济，不过过去一礼拜伫大学内，所有搁较济学生毋是烦恼防感染，颠倒较注重考试甲假期计划防拍乱。We can't even contact others and then discuss in one level. 伫各国当咧拍拼了解Omicron特性的时阵，南非专家根据研究警告，这个病毒恐惊会传播速度真紧。虽然当局宣导注疫苗、感染防控，不过元旦假期就要到，亲戚朋友组织。疫情就像一粒无定时的炸弹，目前已经知影有较济少年族群出现，大部分拢是着病的年长者才会有的动静。偏偏少年人注射率上低，网络上错误信息一直传开，少年人注疫苗意愿普遍无悬。南非目前18至34岁族群只有1/5注过疫苗。One of my friends once told me that after getting vaccinated, it's not like I'm not going to get vaccinated. I can take it, but Omicron 伫英国疫情扩大，当局证实英格兰几个地区出现社区感染，不过相关病例甲国际旅游史无关联。261 confirmed cases in England, 71 in Scotland, and 4 in Wales, bringing the total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across the UK to 336. 切啦 ，Omicron 累计确诊数比前一天增加90例。为了实施包括第3期加强针在内的扩大注射计划，政府当咧招聘1万名负责注射的人。泰国切啦，公布境内出现 Omicron 头一例，这位35岁来自美国旅客为西班牙入境泰国，提出阳性，已经住院治疗。因为旅程严密自我防护，无人防列入高风险接触者。俄国甲南美洲的阿根廷也登获 Omicron 入侵啊。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那 A 级预防下的研发者之一吉伯特是警告讲，未来疫情大流行，恐惊会比即马也搁较热烈。伊是表示，即马预防下恐惊对 Omicron 已经无啥路用，现此时减慢病毒传的速度较要紧。英国卫生部长崔拉表示，英国新变种病毒 Omicron 的确诊比例已经超过300例，这种新的变异株也伫全世界超过30个国家传。A Z 疫苗研发人之一的吉伯特崔拉警告，这样是病毒最后一遍威胁咱的性命甲生活。But the truth is, the next one could be worse. It could be more contagious, or more lethal, or both. We cannot allow a situation where we have gone through all we have gone through, and then find that the enormous economic losses we have sustained mean that there is still no funding for pandemic preparedness. The advances we have made and the knowledge we have gained must not be lost. 吉伯特也讲，新变异株顶头的前2倍，包括一寡已经知影会增强病毒传染力的突变，可能会互现有的疫苗保护力降低。But there are additional changes that may mean antibodies induced by the vaccines or by infection with other variants may be less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infection with Omicron. Until we know more, we should be cautious and take steps to slow down the spread of this new variant. 世界卫生组织一个新成立的专家小组，希望会当制定一项防范甲应对疫情大流行的条约，并且建议传100亿美金的资金对抗疫情，抑个提悬调查流行病的能力。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美国宣布因为中国继续伫新疆做种族灭绝、危害人权的歹代，所以美国决定要用外交手段来抵制。明年北京的冬季奥运甲冬季帕运，美国拢袂派任何政府官员去参加。
美国白宫伫日初六宣布，会以外交手段抵制北京冬季奥运。明年北京冬季奥运加冬季帕运，未派任何外交官或者是官方代表参加。也讲，总统拜登北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美国人心里内面就为人权站出来 DNA。 We will be behind them 100% as we cheer them on from home, but we will not be contributing to the fanfare of the games. U.S. diplomatic or official representation would treat these games as business as usual in the face of the PRC's egreg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atrocities in Xinjiang, and we simply can't do that. 美国是伫中国外交部初六嘅例行记者会了做这项决定。对此，中国警告美国，冬奥会唔是政治作秀加操作嘅舞台。美国政客在没有受到邀请情况下，不断炒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政治操弄。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那些叫嚷抵制的政客，为了政治私利作秀炒作，他们来或者不来，没有人会在意。美国采取的是外交手段，讲是选手也是去北京参加比赛。无论是美国也是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季奥运已经讲几个月啊。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顶个月视讯会议结束了，拜登就讲考虑要抵制。英国卫报报道，中国网球女子选手彭帅事件也是原因之一。国际女网协会 WTA 也宣布暂停伫中国所有比赛。联合国伫这个月初二通过冬季奥运休战协议。严格包括美国在内20个国家是未签。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所罗门群岛进前发生反政府示威，民众要求我中共伫遮无在调的总理苏加瓦瑞落台，掩盖伊的无信任案昨昏伫国会防火决。伊伫辩论的时，佮指控讲台湾代理人伫背后煽动鼓舞反政府的示威。但外交部有背回毛谴责，讲无影无只，但绝对无去煽动。台湾前邦交国家所罗门群岛最近国内连连发生暴动，民众要求亲中而且执政不力的总理苏加瓦瑞下台，甚至有亲台民众认为无应该甲台湾断交，上街头抗议。验过苏加瓦瑞的无信任案，虽然和国会反决，伊伫辩论时阵讲，这是台湾代理人所推动撤回反政府示威。对此，咱外交部严正驳斥，讲这是苏加瓦瑞不实的指控。对于苏加瓦瑞总理，他将个人施政不力所引发的群众不满的声浪，嫁祸到台湾的政府以及对于我国友好的民主派人士的身上。我们对于苏加瓦瑞不负责任的言行表达遗憾，并且予以谴责。伫投票前的辩论，反对镇压领袖瓦尔讲，国内青年的失业率悬，民众付袂出教育费，也无基本的医疗照护。批评苏加瓦瑞无重视民生，也指控苏加瓦瑞用中国资助的国家开发基金巩固家己的权力加利益。PRC NDF, the China NDF money. The Prime Minister is dependent on the NDF money to maintain his political strength. And our people elected me through their members of parliament. As I speak now, I still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the House, so why should I resign? 投票的结果，32票反对，15票支持，2票弃权，无信任案无过关。学者讲，所罗门群岛最近的各项暴动加无信任案，主要是民众不满苏加瓦瑞施政。美国、澳洲也想要围堵中国，伫咧所罗门群岛等一寡南太平洋岛国的势力扩张，台湾应该把握机会。既然美国跟澳洲两个国家都已经站在类似台湾这边，虽然表面上没有讲，但是事实上都在支持台湾的这个相关的省份哈，包含马来塔省，所以其实台湾应该更加积极哈。既然人家都协助台湾的外交场合呢，为什么台湾自己不积极了哈？学者建议，台湾就要继续对所罗门群岛展现善意加协作，积极争取民心，找恢复邦交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缅甸民选的领袖昂山素季，初六和缅甸的法院以煽动民众违反新型冠状病毒防疫这两项罪名，封判4年的有期徒刑。尾也是有得到军政府领袖的赦免，刑期改做2年。外国媒体即马是表示讲，昂山素季防指控10多项罪名，总共拢成立，伊恐惊要封关超过100档。
和军政府关押的缅甸民选领袖翁山书记，搁在面临新的罪行。缅甸一经发现，随着判翁山书记煽动民众加违反防疫规定罪名成立，判4年。共同被告前总统温敏也因为同款的指控判4年。这是军方2个政变夺权了。发现第一遍对翁山书记做裁决，不过异议人士认为，军政府未停止追杀，76个翁山书记也搁被指控10几项罪名，包括违反防疫规定、煽动非法进口、持有无线对讲机，每一项罪名上悬拢会当判10年。那所有指控拢成立，讲起来恐惊超过100年。I think it's a bogus charges, and of course these the charges themselves were bogus, and the results is just as bad as the charges themselves. 延过国营的缅甸广播电视台报道，翁山书记得到军政府领袖部分的赦免，被判的徒刑由4年减至2年。翁山书记判刑的消息传出了，人权组织表达谴责，指控军政府拍算要抬贵架高，因为军政府对翁山书记的法律团队下封口令，袂使对外发言，所以这么外界拢唔知影翁山书记的情形。其实，军政府迫害反对民众的代志拢无停过。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最近发布的报告讲，今年3月，军方伫咧阳光至少杀死65位平民。Without doubt constitutes the crime against humanity of murder. And the reason why we say that is because not only the vast sheer scale of the numbers of people who died, which does constitute a massacre, but also the fact that we can prove through testimonies and digital forensics. 人权观察指控，差不多200位士兵涉嫌犯案，要求甲因移送法办。不过，随后又发生军方开卡车冲撞反政变游行的民众，造成5个人死亡，几60个人受伤，10几个人被逮捕。随后，阳光的民众在礼拜暗摕到碗盘铜鼎，讲声表达愤怒甲不满。公司新闻郑伟林、张建光、齐焕玲编辑。今头等下国内在地上大条，咱来去屏东。屏东的3大迎王祭典小琉球迎王，顶礼拜5起过。因为小琉球本身就是观光地，对顶礼拜6开始，规粒岛人就考。昨昏有7000人到柜，嘛有11000人离开。游客安尼来去，互码头人是排队排甲落长。明明是拜二平常日，但东流线码头外口也是来袂少游客，机车停车位嘛满，丁船口排满，准备要去小琉球的人。但安尼的人数阁已经算少的，因为小琉球已经连续几落天加入互上万丁岛的人客满，破过去纪录。我们已经像海上的捷运一样，一班接着一班了哈，所以每位旅客他就是一班的上满了就开。因咧行路嘅啦，阮乘坐过行过过。小琉球迎王是屏东3大迎王祭典的最后一个。伫顶礼拜5、3号请水的时阵，关内人就已经徛满沙滩。拜6礼拜丁岛人数更是接近2万，到拜1阁有7000多人。想要来看射景的民众，才到码头，家己就要先排队射景。大概快3个小时。还好我没有骑机车，不然等更久。为什么？因为机车排很长哎。你这样济，佢今仔佢较济，明仔载。你看我们当年。明仔载人要看上王啊。行路4界拢是排队的人，因为小琉球迎王的重头戏上王小王船。9号才开始，作为已经放松了后少数大型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来自全台湾的民众观礼。恐惊岛上的人到活动结束进前拢未消退。记者陈焕武、柯建准屏东报道。花莲县政府编4850万的预算，规划讲明年因要伫县府起大数据中心要收1民亿。不过有议员是质疑讲，这听起来哪亲像伫咧做言论的审查，收集个人的资料，烦恼反形变作白色恐怖。花莲县议会审议县府每年预算争议各一件，即摆是一般事务费来增加一条，立会管理中心建立计划要针对网络留言收集有证资料，互部分议员质疑，恐惊沦为言论审查甲个资调查。讲更白，这会不会有这种白色恐怖的嫌疑啊？就是我们要花这么多钱要做这样的一个管理中心，还有一个民意舆情的资料收集。会不会让大家有人心惶惶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县府强调，
建立管府大数据中心是要针对网络留言、数据污情，以便了解管府倒位有欠点，才会当处理，也是澄清不实言论，会依照告诉法甲自案发行证。并不是以提告为我们行政单位最大的目的，不是，我们只是说不希望不实的言论在网络上被散播，所以及时的予以那么劝导，说如果再传播下去，我们会提告。此外，智慧管理中心开4000外班营业，其中大数据中心就爱2500外班，当年还佫编列10至15%预算，为外号厂商维护费，无包括扩充设备。县府有没有办法在内部有能力自行分析，还是说每年都一定要委外？因为这样子看起来，如果说它是一个建制完之后，每年都要委外的话，它就是每年都要编预算来做。管府强调，智慧管理中心有7到8个系统开发，拢需要专业的厂商维运。另外，加上1999维护中心，也佫有民意污情中心等系统，拢总4850万。最后预算力托通过。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轻便铁路今年甲单已经甲车辆相压11摆，较含的是最近一礼拜佫发生2摆，拢是甲奥多摆去压着。因为47站到420站已经摕到营运许可。路线愈长，烦恼未来小压出车祸机会嘛愈悬。相关单位即马拍算要提出6项防弄的措施。奥多摆经过高雄凯旋甲二城路口，无看到轻轨列车经过，直接弄起哩。加载骑多摆人甲乘客拢无受伤。这是11月29号的车祸，无到一礼拜，12月5号下晡又有列车为C16开往C17的时阵，伫个绿川街口轰弄到。这是轻轨今年度第11届出车祸，因为 C17站到 C20站要通车，高捷公司甲捷运局、交通局研拟出6项预防的措施。标示牌这样子一个设置跟改善，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出车的这个空间的部分呢，也会再做加强。高捷表示，今年度事故的地点大部分拢伫打通车的大南环19站，因此警示的标志会以大南环的沿线为主。以二线凯旋路口来讲，目前已经装了轻轨经过唔通正滑倒滑的天气，未来嘛陆续扩大着做划线的范围，啊，搁有路口警示证实以及司机员的训练等等的预防。这边才设置，为什么不设置在那边呢？那边不是轻轨的地方吗？而且你如果没有注意，你在讲我才注意到，不然我没有注意。知道有轻轨就是要注意，因为它有轻轨还有红绿灯口嘛。高捷公司提醒民众要爱注意轻轨的列车经过，不过民众讲，若这个建议有够明显，也是有帮助，那会常常出车祸。不过嘛有人认为，也是甲用路习惯有关系，若是随时会当注意，也是会当避免车祸来发生。记者王柳婷、明昭宽高雄报道。台北市狭隘开发案明仔要做宽屏，狭隘民众也有环保团体今仔日是去台北市政府抗议，因认为湿地资料无保齐全，狭隘的污水厂无做宽屏，明仔应该停止审议。要点就点过柯文哲，不要点过社子岛的居民了。社子岛有11000多个人了。手举标语，社岛的居民去台北市政府头前抗议，要求停止车北社岛开发案环境影响的评估，抗议市府无得要以社岛居民的名义。已经过了1年，我们还没有看到你拿出来的替代方案。你是一个违反承诺的市长，争议这么多，在所有争点没有厘清之下，不可以召开环评会议，应该要退回这一个环评。另外，我们要呼吁环评委员，在所有争点没有厘清之下，如果贸然的通过社子岛开发案，我们社子岛自救会会依法提告，对不对？对。社岛居民甲环保团体是真不满，社岛开发案重要难题查询，市府也未完成资料的保证，阁要起另外一间污水处理厂来处理每一天35000吨的垃圾水。环保团体质疑讲，污水厂的宽屏市府闹交去，要求市府要随停止车北宽屏审议。这样一个大的开发案的环评，那它的污水处理设施又是属于自己设置、自设污水处理设施，那这样的情况当然符合环境影响评估作业准则第17条第2项，说要并案，要并这个主开发案来办理环境影响评估。
面对质疑，环保局并无出面说明。不过，针对染地查询的工作，土地开发总队强调讲，已经搁一届进行重要染地查询甲定询的工作。因为写到环评报告的开发行为，敢若伫咧报函内底是相关的工程拢伫咧报函内底做，应该袂影响重要的染地甲保育利用计划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乌面腊杯保育合规顶个月连续2天，伫台南七股县卫生区软高高的乌面腊杯，保育人员验出讲因是中毒，因是肉毒杆菌中毒，经过抢救，加载拢有救回来，今仔日野放。拍开箱仔，2只乌面腊杯随走出来，观察周围环境了后，随天时飞走，现场是一阵欢喜的花声。顶个月中旬，这2只乌面腊杯连续2天，互台湾乌面腊杯保育合规发现拢伫7股顶山岩残受伤，经过1个月抢救，才一顶部正式来野放。少关它1天，让它体力恢复的话，可以开始这个在自然环境中，那是更好的。所以我们很期待，期待黑面琵鹭这个族群这个群体能够更健康。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表示，这2只乌面腊杯互发现的时阵，呈现软壳无力的状态。兽医师虽甲因注肉毒杆菌毒素血清，经过训练恢复了真好。选日子来野放，也替因绑编号 N13、N14的国际标准卡环和卫生发报器。在顶山有状况，他就把它抱起来另外就把它送到慈爱医院去，另外再送到特生中心那边。他看到不到1个月就恢复得非常良好。他们做毒杆菌，它是会觅食，它就会吃到死鱼、皮鱼吃到血鱼的关系，它就影响到它的那个就产生做毒杆菌的病菌这样子。不过，查落又搁发现另外1只乌面腊杯，嘛是同款肉毒杆菌中毒。市府强调会拍拼，互伊得到上好的医治。乌面腊杯中毒的事件，这几年来已经发生几6摆，也拢透过民间团体和公部门合作，一届搁一届抢救回来。台南市府也呼吁各界落实生态保育，然后下一代丰富搁多元的自然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饲乌鱼的面积约200公顷，一年的产量嘛有900吨。即阵布袋当少饲乌鱼的渔民拢无用咧破乌鱼子，今年的产量比去年较少，乌鱼子的价数嘛有较悬。乌鱼亲像水墙为车道顶悬下落来，嘉义县布袋乌鱼子当咧大出，货车载来满满的乌鱼，工人嘛无用咧破乌鱼子。不过今年量较少，所以价数变较悬。过去2年了由于乌鱼子它的一个产地价格比较偏低，那所以我们的渔民比较多有转养到其他物种的情形。那加上那去年的海洋乌鱼苗也比较少，所以放养量也趋少。收购乌鱼子的业者表示，往年因为价数歹少人吃，佮受到疫情牵拖，进口的乌鱼子减少，造成即马本土乌鱼子的需求提悬。目前青的价数就去3成半左右。往年8秒的时候，伫迄个600至700，今年9因为少人吃，所以讲价数浮动搁伫迄个3成半。一台接一台的货车不断甲乌鱼送来破，大家嘛无用赶紧来处理。业者讲，国内疫情等候，过年时间嘛愈来愈晚，花手甲餐厅对乌鱼子的需求可能阁会增加，连带价数嘛可能阁再波动。记者陈慧婷嘉义报道。时代的进步，利用科技会当降低损失。近排风台来，台东拢是头一个受害较济。台东的康乐国校学生囡仔就激头壳，利用电子零件、写定式设计有景的装置，要降低风台对故乡的损害。台东县定有风台灾害，警方会找找厝顶的水塔。康乐国小的学生找出是停水造成水塔欠水，失去动量，所以设计出侦测到警方会自动替水塔补充水的装置，让水塔袂去风吹走。今年10月，因为风台期间，台东市区道路发生淹水，汽车封卡伫水中，学生想要预防即款的情况发生，写侦测有警的停息。记录至淹水道会自动放下围闸，搁抽水，保护驾驶人。康乐国小的高年级学生，这学期资讯课程结合科技减灾，让学生找到灾害原因，写出停息设计出为家庭到公用的有警防灾装置。永贵台风造成绿色隧道淹水，而且还造成交通不方便，所以我们想要这个装置是每当没有人通知的，也可以把水
抽到外面。从生活中跟课程去做一个实际的结合。那进而呢，最后能够回到我们的生活中去应用，那真的减少到我们的灾害的损失哈。路树倒去爱预防，即马学生也想出方法，伫树顶装祈祷感应器，发生倒去会自动放落围闸，佮通知相关单位来清除。好好讲，学生囡仔经想出的减灾创意，可能带予大人未来更较好的防灾系统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咱国内囡仔头摆上网络的年岁平均是8岁。加上疫情的关系，囡仔接触网络的时间嘛加真侪，要安怎教囡仔分辨假消息呢？咱今仔日有推出学习平台，用游戏的方式教囡仔安怎查证假消息。肉食伤济，敢着较会网仔定？啉冰水到底对身体有酸长无？囡仔一步一步对问题来咧探讨，来打造属于伊家己的新国度，嘛来透过游戏的时阵来了解时事，不运用科技工具，嘛随时通来查证这个消息是真也是假。我本来听到的是过敏的人不能打 AZ 的疫苗，然后透过游戏我知道它都可以打。来台湾和拍建模的这个游戏平台合作。希望会当对游戏内底来培养囡仔的思考甲媒体素养的能力。拍建模的创办人叶秉成表示讲，囡仔伫成长的过程会拄着大量资讯，无可能讲逐个资讯拢会当来透过大人也是权威的形象来讲，到底是对也是唔对。所以真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养成他的习惯，跟让他知道什么方法。说他看到一个资讯，当他有不确定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他要去用什么方式去查核这是对或错。因为这个假消息世界拢有，2019年来台湾启动信息查证官方网站，到即卖已经立即有50万人人次来举报，总举报的这个信息超过11万条，成做目前规台湾上界大的查核平台。当民众他收到了一些比较可疑的讯息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方便的数位工具，可以帮助他去查证。来调查台湾用户发现讲，在疫情爆发了后，用户因主动查证并且得到健康的信息的这个比例为37%升到41%。所以讲，即马更较希望这个囡仔会当来听做家庭中的这个媒体素养的种子，通互查核信息来听做民众基本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树仔若大丛，就爱修剪，才袂风较透的时，规丛树仔互风扇倒去，去缀着人，也是缀着车，严格修剪是有美感的哦。屏东县政府就请专家来教专业的修剪方式。冷气团寒流愈来愈接报道，若是加温冻入骨，官方嘛是透早将树仔扇倒去，为着避免佫发生树仔倒落来撼着车，甚至撼着人的意外，树尾修剪就真重要。尤其我们现在台湾的风有时候很多地区风太大，这个台风也比较多。如果树冠可以把它稍微适度的疏散修剪，让风可以穿透而过，减低风阻，就可以防范风灾，而且可以减轻病虫害的发生。不过因过嘛，接咧发生要落雨，煞将规排树仔拢总断头的事件，颠倒损害着环境甲生态。所以，屏东县府嘛特别请专家传授要安怎正确来修剪树尾。结构枝往上去看的时候，它的分支构造有很多的一些不良枝，大约有12种，我们有12个定义。那这12个不良枝一一的把它做检视之后，不良枝剪完，那这棵树的结构安全就会非常的好，而且它以后的生长也会很自然。那不管会开花的、不开花的植物，也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作用。树木保护的主流价值啦，不再去接受断头截干这种不正确的修剪方式，所以我们县府也希望县辖内的修第一线的人员能够在整个在专业知识上的提升。县府表示，未来除了加强推广修剪方面的知识，嘛会严格来筛选，敢若摕到专业认证的厂商，才会当来标县府的案修剪树仔，为县内环境保护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旭光国小的楚流龙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啊，因为较旧啊，无合安全规定，即马嘛袂使使用。学校部甲屏雕，即马是定在油漆，保留做校史文物。你们当阿公的时候啊，可以带你的孙子来看一看。校长当咧甲学生小解制作石榴啊，不过学生啊煞是无法度使用。原来这个石榴啊是云林旭光国小的珍贵文物，已经有1甲子的历史啊。学校为着要甲伊保存落来，想出一寡新办法。学校在溜滑梯前面
种植一些植物，提醒大家不要再使用了，也让这座溜滑梯继续保留下去，成为年代持久的游乐器材。这座石溜啊，陪伴真侪校友的囡仔时代，地方时代的青春记忆也拢伫遐。不过，即阵因为器材上旧，已经无符合安全规定，所以学校家己重新彩绘，若保留珍贵文物，也真做校内特有的重点艺术。学校的历史也已经超过了65年，那这个溜滑梯当然也是超过了一甲子，它是很多我们现在家长、阿公、爸爸们的记忆，所以呢，我们就决议把家长们的记忆呢给留下来，小朋友呢，他们除了有他们的记忆，也可以继续把这个传承下去，然后变成我们学校的一个的文化。虽然这个石溜啊未当个使用啊，但是学校也用树仔来装它，加以保存落来，让学生啊了解学校的故事，也保存大家伫学校的记忆甲感情，继续陪伴学生快乐成长。历史甲教育意义拢兼顾。记者综合报道。那云林斗南是有一个雕刻工艺师，伊本身是咧雕佛、咧雕金身，尾也是转做艺术雕刻。伊的作品有真侪农村的景致，嘛有在地风景。每一个雕刻作品拢代表作家的心血。伫云林有一位雕刻师傅黄俊平，本地是雕布拉的师傅，伫大家乐时期接触到雕刻，后来因为铁流行了后，装金身的民众变少。伊也开始把雕刻的重点转到艺术创作。大家乐遐嘛关系啦，他那个遐嘛遐较风行的时阵吼，遐就咧做迄量较大啦。啦，因为迄是算一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后吼，就完啦较少啊，较少就走向这天然创作者。黄俊平的作品上接出现菜瓜，也发现菜瓜成长过程真有特别的面貌，所以就决定用菜瓜做主题的雕刻艺品。接受的就是菜瓜这方面吼，较济啦，吼接受较济，看伊的生长过程，甲伊这个菜瓜老化，吼甲重生安尼吼，这较接受，所以较有灵感，所以对这个丝瓜乐的菜瓜布这方面的创作吼，我就较深入，较做较济，嘛较有兴趣啦。社区每一次有办活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推出来，就是伊是阮在地雕刻达人，吼外口人知影讲，阮哪社区嘛有一个这种这么优秀的工艺师。因为黄俊平的雕刻有农村意象，也有生活内面的点点滴滴，有真侪人会去欣赏、收藏伊的作品。那社区也希望把工艺特色推广出去，让更较侪人欣赏到在地工艺水。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的变化啥款？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2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